总讲哦，又买到食材很好哦，柠檬甜甜，佮要注意，你让你偷个电路。佮那还无同感通，我要当上心的，你排列的按久咧，无想到佮排球的丈夫按输本呀。都会安尼讲，头先个点方哦，和按多人，食材哦无讲哎，都想讲根本根本就补办补好的摆料啊。可能迄人唔强样请假出来了啊，迄人来强样就系自由工作者。不过哦，又买到都好嘞。你等下还有时间，有想要去哪位了吗？我当忝的，我想要先食东西。我系都知你想要吃东西。对啦，给你看。要系嘛嘅？该哦，喺台北咯，10件天菜4间牛肉面。哦，系啊，真运动用心的，那用时准备啊。礼拜3你出去开会的时间，来请时间来整理下。咁你先看，我几间店今日又开。我来讲啦。2件呢，那全部都有试过，2件我最推荐。咁我头件好咧，因为呢2件实体过后，还做在戏府区的美术馆参观。做得啦，这件哦，我一次都亲上来食。我记得一下美术馆啊，合作的画家係唔同中意嘅呢。你去参观过後呢，還在戲府區呢兒童樂園搞。你睇我想到的是東西哦，都安有精神。你連行120以內，你都想好的哦。係啫啦。我想到的啦，冇吼，你可以是2件好的啦。其他件，你行100約非常可以試。我都做得啦，幾實體我去哪啊？實體咯，都去看天陽啊。你唔記得咯？上擺天陽公司送本人嘅投票哦，冇看得清打送呢。係呢，我經常愛請時間，佢結束以前我夾夾去看。拜託啊，你真冇時間做得過。我記得咯，甜生日以前，你逐日都請無限，真緊嘅無限起來哦，還會唔記得是3寸。有啦，準備嘅飯包我全部是槍槍的啊。你最好要記得啊，我味道嘅煮是本事咯。我係去年開始去上嘅煮菜嘅課，你那係冇事咯，我是會發現咯。有啦，我都有記得啦。我嘅朋友都當險些，我有咧當會煮菜嘅男朋友呢。全部哦都係味道你冇讓人身體打壞騰，你那哦冇好好照顧人自家，是會真傷心哦。我要按做嘅男朋友真係當幸福呢，真係當強誒，比個家庭主婦啊更加強哦。你係咪好好獎勵我一下哈？你都會較想我地位啊，因為我嘅目標哦，都會好好照顧你，讓你學到康健，還個肥足。康健就好啦，唔會皮皮，我還會顧身材。你人做啲運動，冇都會做其他嘅事情啊？好得有我付唔差啊，加落去。好啊。哇，星星同阿文真見到當其他已經每日嘅約會呢，2三人啊，喺出門之前都會安排好勢來。今日我去哪條嘅所在？今日我去哪條所在來去食飯，來去食哪條當好食嘅美食。像我自家吼，係愛決定食動作嘅時間，我就會想當久誒。就算也下有手機嘅按片里，做啲按用緊溜手機嘅來想愛食哪條嘅動作嘅美食，我真係都會想當久呢吼。唔知大家係咪同我共樣啊？但是看佢哋感覺都冇乜嘅選擇困難症呢。唔過啊，大家係講讀到臨時愛改事情嘅狀況，叫我用個啥呢？韓國臨時有事情冇辦法去上班，又愛用哪種方式來去解決呢？冇唔錯，一下就會教大家呢條嘅詞彙，就會安排時間有關係嘅了。一下就向下來看，比方講今日啊，你臨時有事情，愛同公司來請假嘅客家話運用版講，你會講。請假，喂，條假我愛請假，臨時有事情匆忙啊。但是有啥事
可能係臨時有事情咯，因為同步下去來出來玩。出來玩嘅客家話用版講，出來了，出來了。話呀三隻字吼，其實啊有一些人難念喎，出來了，出係短短嘅來，讀到呀 o i 嘅音，大家就會發到較標準啲嘅來了，出來了，anh用好威猛啊！古時候呢係講呀三人吼，佢係請假出來了，就做得同佢分享，跟你一樣請假出來玩。老吳強用請假出來了，老吳強用請假出來了。南西人愛用版講呢？屯強用請假出來了，屯強用請假出來了。大家都要停定來念嗬，念到當好哦。接下來呢，我同大家分享就係英語呢，係週三。週三你都在做什麼呢？週三的客家話，禮拜三，禮拜三。記得咯，呀三又係呀最春愛合起來嘅時節咧。三，禮拜三。接下來呢，我老大家分享，比方說禮拜五的時候，禮拜三的時候，時候應用乜樣呢？時節，時節。週三的時候，你都在做什麼事情呢？比方講，週三你出去開會的時候，禮拜三。出去開會嘅時節，禮拜三，出去開會嘅時節。當然了，禮拜三愛開會，給出愛問今天你要做什麼啊？今天給客家話用版講呢？今本日，今本日。南西人愛用版講，今本日，今本日。開會。哇！大家見來見進步禮拜了。三，接下來行愛講呢？音樂嘅客家話用版講，禮拜三，開，出去開會嘅開時節。比方講，禮拜三，哪幾間店今天有營業？哪幾間店嘅今本日有開？哪幾間店嘅今本日有開？南西人愛用版講呢？哪幾間店嘅今本日有開？哪幾間店嘅今本日有開？接下來呢，可以教大家嘅當重要嘅詞彙哦，就係時間。時間嘅客家話用版講，時間，時間。南西人愛用版講呢？時間，時間。你講啊，當無限嘅時間呢，就做得老幾個，唉，沒有時間可以改。冇時間做得改，冇時間做得改。南西人愛用版講呢？冇時間做得改，冇時間做得改。一個情景啊，其實有時是係講做傳統嘅服務生嘅時節。比方講，佢愛聽味，聽到冇時間嘅味嘅，就做得講冇時間做得改，未做得按樣講哦。過來呢，還會教大家就係忘記的客家話，唔記得，唔記得。有時是有人吼無限切差，講到唔記得，愛食呀三餐。三餐的客家話怎麼說呢？三餐，
三餐。古松就做地分享讲，唉，忘记吃三餐，唔記得食三餐，唔記得食三餐。同好哦，大家飲嘅都同腔誒。哇，講到請假出去了，真嘅係同好。唔過啊，係平常日嘅話，愈好嘅人吼就會少嚟當多。因為呢，大部分人都係拜日拜六來歇困。故所呢，避開人潮，是不是感覺很好呢？韓國啊，唔但將大家會知道你嘅公司嘅料理也係假有那麼啊！看星星，韓國亞運嘅行程吼，真經排到黏，好精彩嘅感覺呢。係講時間無算好些來嘅話，做乜嘅事情都當急。唉，對我來講吼，我就會吃到動搖壓力咯。固然呢，人嘅約會嘅時間吼，係輕鬆啲嘅，較好啲嘅啦。接下來呢，就來看一下韓會發生哪條嘅事情了。